伫咧网络的世代，消息传加真紧，为着避免假消息夜夜飞，教育部今仔日呢举办媒体素养教育博览会，电信民间伫咧推动的成果甲拍拼。学者表示讲，民众对媒体素养要有资讯判断的能力，要有正长的路爱行。安怎伫咧社群平台扩大文明，而且是理性的讨论，是咱会当思考的。 12月20开始，社群网站流传假消息，讲台湾开放智能使用300种。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随用大文培会，澄清台湾并无开放使用300种。教育部举办2021媒体素养教育博览会，甲社群媒体消息查证组织等等单位合作，以一方式加强民众的媒体识图能力。虽讲媒体识图课程有融入伫教育阶段，不过行政院承认讲做了也是无够。现在很多的网络上深度伪造的讯息。 或是影像，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分级分龄的媒体的识读教育上面，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。借由这样的博览会，大家一起合作，分享经验，然后可以把不同的媒体素养的教材、师资训练，能够推广到各个需要的族群。 因为看起来这个需求是有的，但是我们的能量还不足。学者嘛认为，现阶段的媒体素养教育确实也有需要加强的所在。建议除了教育，成果的检验机制也真重要。到底这的教育的成果是安怎？咱是不是要有一个具体的指标？咱来了解讲到底咱譬如讲学生学习了，伊效果安怎？老师也接受这个培训了，伊。 到底是安怎来教育？伊教育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有增加？罗秉成表示，媒体识图教育的成果，无到短期看到效果。假消息一直行伫咱的头前，需要政府下部会甲民间团体长期合作，破除假消息的传播，才会当提升民众的媒体素养。记者郭伟强随台北报道。